哦，这你了。是咱岛啦，伊是啥物人啊？不是，都是迄个送菜迄个阿红送菜迄个啦，是阿红送菜。阿红烙菜。哎，我真正无看过你咧，你好你好。好，我小姐我问一下好你问我。咱加一个火炭味吼，炭烧味加足香的。了解。做人咁多，足少位啊。啊你会失团哦。会失团。啊，遐会使安尼吐入去？袂使啊！拍走。那有可能。我即马就歹挑的咧。阮家拢有公主病呢。真嘞！我都看你，我就讲咧。爱想一个物件，就是讲咧，要安怎甲这个航路去甲伊的这个观光去发扬光大。主题就是古早味。啊，今仔日阮两个做伙呢。嘿啊，就罕行的。啊，boss 讲吼，boss 讲咧叫阮来食啦。有一个这传统的早顿啦吼。哎，敢是这啊？到啊对，食，这无看过呢。哎，这是什么早顿啊？一斤啦，真紧啊！哦，杏仁茶，杏仁茶。阿伯你好，安怎称呼？你叫什么名？哎，我姓林。林小等你啦！啊，你莫想讲你偌这泡面的头，我就认袂出你哦。这不是胖，嘿，阿胖啊！你哪认会出啊？我你要叫好你，你的目睭改变啦咧！你的目睭就是单眼皮才好认着。我想讲，哪会有人去你甲我看啦？啊，安那啦，后壁迄个啊。哦，这你了。是咱岛啦，伊是啥物人啊？不是，都是迄个送菜迄个阿红送菜迄个啦。是阿红送菜，你干嘛红送菜？起码是阿红烙菜。哎，我真正无看过你咧，你好阿红。这阮哥哥啦。不是，我应该看到你就是你电视上的。我啊，你拢无变呢？你无去医美哦？对，你不要自己哎，讲。你甲拍，你死囡仔，你看。哎，你我意思是讲赶快缘投你还开讲啦。没？哎，你通开讲没？没礼貌。你嘛较好心的，这么才几点命？啦，我讲伊无去。你那件赖上那知影讲有这组啊？我啊 ，boss 甲阮讲的啊。厉害。这间是咱家己，敢若春节有无地通找哦啦。对。哇，有够厉害。一寡鸡丝头啊，拢是古董呢。是哦。 800万年。林生，我甲你问一下，你这个杏仁茶哪会甲北部看起来無共款？我是杏仁豆啊，甲米落去哦，咖喱这哦。边啊就是米浆啊，米酒嘿。还都有啊，你那头上包啦。你这唔是一般用杏仁粉的，你这是用南北杏的对不？嘿，对。爱先金吧。啊，我这是北杏。白杏，嘿，爱搁落去磨。我要爱加两淋看卖。淡一寡盐较提味，啊嘛较防胀气，甲咱有哪生蛋。你讲较早的人早起起要去务农嘛，啊因为食这较袂肚皮，加一寡盐啊咧。我嘛要加卵，你加卵了后就黄黄的。嘿，对，就是蛋黄。系啊，就蛋黄啊。啊，请问你加卵了，啊，这蛋白要安怎？蛋白，咱都不爱加蛋白。加蛋白就是敢若像咱迄个玉米浓汤安尼吼，会安尼白白安尼，一片一片安尼。啊无好看。啊口感嘛较歹。你看安怎？足特别的，因为有两个味，有两个迄芳气，会伫迄杏仁内底，杏仁茶内底，我无啉过。因为你敢食过凉面三合一有这种加林卵。姐，你想要开分店无？我食顺的。好，咱应该拢无请到咱这个老先角。好，来老先角。阿伯，你几岁？9年啦。哎，去啊，90啦，90呢？阿伯啊，你好，安怎保养的？对啊，就是加杏仁茶啦。对啊，阿伯啊，我小姐我问一下好不？你问我，啊，哎，90岁啦。阿伯，你甲我摸一下头好无？不是啊。见。阿伯啊，手无用，食饱再摸啦。阿伯啊，你。好，嘿啊，我甲你斗。小。哦，加钱。你安尼算加持过咧？阿伯啊，你讲食这吼，食这有啥物好处？爱互观众朋友知影讲，咱杏仁茶有啥物好处？阿伯啊，你讲诶，你小讲一下。
食杏仁茶有啥物好处？会像伊安尼啦，食鲅鱼啦。太浪费食物。情况加几节，加几节。养颜美容。养颜美容，到10岁你就看。哎呀，都有啊，枸杞更，嘿。头家我拄只啉一喙，我足介意的呢。哎吼，哎呀，足特别的吼。你是介意什么人？你是介意什么人啦？因为这我头一摆啉嘛。系啊，足特别的啦，甲阮家己有尔啦。头家，你喙要唔足摕落来，难得这看你吼，开讲我好亲切的，开心无恙无言的。安尼吼。我看到帅哥美女也歹势啦。我嘛歹势，因为你比我较缘投呢。我缘投伫遮啦。哎有影，这啊，缘投。这啊是安怎？那90岁到。哎，就逐工来啉杏仁茶就安尼。真正逐工哦。这应该行啊是甲你这档共款无得通切吧？对，伊还佫食咧82岁吼。哎呦，这头家你的水棍最小啊，最棍啊！迄毋是你的，啊无是你的。无啦，迄是咱的 boss 的啦。大家搞早，我是 boss， 地果的最滚啊！先甲地果刷开，有看到下面的烘炉无？这个烘炉以前阿嬷阿公的时代，家家户户拢用伊来煮饭、下滚水。即阵的少年人拢真罕的看伊，甚至袂晓用啊！烘炉会使讲是强要无市场的产业，若可唔斗3工，甲想办法，以后有可能想要买嘛买袂着啊！安尼有真侪传统拢会连带受到影响。即摆就是要派恁去了解烘炉，想办法做广告，帮因推广。哦，原来 boss 叫阮来遮是有原因啦，了解意思啦。意思就是袂算啊，甲90岁阿公同款，咱就是要啊，即种好的物件，古早人的一寡智慧、生活智慧，要得传落去。有啦。阿公啊，三更晚晚的带咱来去。你有工课啊？但是我有发现一件代志，迄若是 boss 有咧用的，头家你家己嘛是有咧用的。有啊，有呢。嘿，阮自较早。嘛是古早味的呢。你这买偌久啊？这较早啊，阮80几年就拢用烘炉，包甲用80几年就换来换去啦。开始用啦。会讲重点啊，用烘炉甲一般咱咧讲的，加一个咱加一个火炭味吼，炭烧味加做香的。了解。哦，就是有差就对啊。有差。嘿。咱这个迄个火炭吼，伊这柠檬茶的吼，用起来加做香。哦，所以伊是用柠檬茶落去下。柠檬茶，嘿对。迄香味嘛，遐团啊，人挑倒摆用经过片就来食。对，就好人起来。无怪，boss 叫阮爱伫遮集合对无？啊，但是像这你用到今嘛，这有好用无？这做好用的，做好用的。这一个烘炉你也正常用吼，用1、2年啊，拢啊佫逐工用啊佫无问题。拢无问题。所以你拄仔咧讲的这杏仁茶，唔是干那杏仁，唔是干那八杏香，嘛都爱到这个。对，爱佫烘炉，吼，佫爱配合烘炉啊。嘿啦，对，用安尼，啊，这咱较上传统的，咱就是咱较早传统，就是拢用安尼。讲到尾啊，就是古早味，就是爱有一寡安尼来配合就对啦。boss 是讲家己遮有人咧做。有伫闽阳一个姓罗的。哦，罗的姓罗的。四维罗姓罗的。四维罗。今仔做的人敢多？应该足少的啊。哦，安尼会失团哦。会失团哦，会哦。哇，安尼袂使互伊失团。啊，你后摆会失团无？足歹讲的呢。袂使啦，你做客囝好无？刚好。我60岁啦。好啊，安尼从明仔载开始先。咱的生活就是愈简单，唔过就是愈无简单，因为这款物件爱会晓烧着，爱会晓看好物啊，伊烘炉来配这地锅，你若是迄种青啊做迄种地锅，迄行落去泡茶，一起棒。高啊！对啊，头前遮入去就是工哦，够紧嘞！哎，停诶，倒手边遐。遮啊！哦，遮。小等下，这家是什么所在啦？
这就是所在罗档的引刀，嘿，是罗档的引刀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罗档的。罗大兄，哎，你好。呀，你要来请教咱罗档的，你这个少年师，咱要来做烘炉，我唔知影讲你这么少年着，系啊你要哪知影要让做烘炉？自阮阿公迄阵就开始做，哦，这就是传落来，你传落来啦。我村阮咧做尔。你讲全台湾村恁吗？对对对。啊，恁家是咧种红哟。无这是做烘炉的材料，材料，这做烘炉第一步的材料，小解说一下。啊，这是啥？黏土。黏土。这是黏土，看起来敢若一般的土无啥物。这就是咱古早时阵咧土角厝上介重要的这个元素。啊，要做烘炉爱从为这个黏土开始做。啊，大概来介绍的恢复要安怎做？啊，要打起你吗？位边啊个过。哦，我好啦，不然你今麦是啦，哎，咱中杯先清来哇。系啊，换个啊者。哦，我呀。哦，爱紧的哦。刷啦，像我咧背起来哦，嘛是背开就会使啊。卖骨头。红哥敢若咧，红哥敢若走楼梯，在地咧，哎，伊脚长真正合袂着起来啦。行楼梯。哎，讲一句实在，这土真正最黏的对啊，咧，黏咧。真正黏啊！唔是这爱特别经过，哎，你唔通看鸟无点呢？伊这土吼，伊这土唔是一般的蓝土，嘿，伊这都爱黏性，对对对。黏性爱有够。嘿，你若是无够分，伊就做袂起来，夹袂起来，夹袂起来会对。黏做伙哦。爱含的恢复。恢复。蓝做伙。但我一个问题，这含咧英国人咧做陶瓷的，是同一个土吗？无共因咧更较好。你即摆讲的迄是做灰啊的，灰啊换灰啊的土嘛。第一步。先把这土吐落，再哭落内哦，底。这我会啊，哦，啊，那土。这我会啊。我讲啦，初工迄就伊啦。啊，一边吐，咱就安尼，把这来对。啊，要吐偌济哈？哎，要吐偌济？吐落。安尼吐落。哎，会使啊？哎，要吐偌济？迄水甲土的比例。比例。袂要紧啦，吐普通就好啊。哎呀，像这样规完的要紧无？袂要紧。看起来普通。哎，小等下，这下骹已经足多啊呢，你看。对啊，头前就有黑啊。你看。我特别起来啦。小等你啦。你好啊啦，红哥。紧做代我换吗？哎呀，你可以用嘿。另外一个咱来芳土。我要来胖。我知。当下你讲是有法度。有法度来。啊，你要揢开的时阵爱先放，互伊停，啊无会碰啊贵的。干那吃甲放啊，对无？哎，现在咱来走，你这个咱来先等起啊！来，后置给我一个性感的音乐。有碰到头无？有啊，有碰到头。哎呦！足重的呢，足重的，无好教。你感觉顺落以后更较重？对，无落去了，因为伊咧夹嘛，啊你转落之后去互卡掉的。卡掉迄个石头。对。啊，佮放落去变足重的。对。哎呦！你看因讲话有趣味无？啊，你我来试看卖啊。食啦，啊伊讲无好。我来试看卖啊。好，话你要好，小等有线有线。你管袂使放嘛？对。伊这样你无像咧敲的意思就是。嘿，芳土啦。哎，朋友啊！你挑一个啊！有无？哎，那卡掉的啊？哎呀，因为土会卡掉的。好顺。啊，就是甲伊个土，含个水甲芳互高。这讲正经的，这一个人我着做规工，我梳理这足忝的咧。对啊。食啦，这就食人的咧。你拢一个人咧放了？嘿啊。我你放哦。你准备好哦。安尼哦。嘿。你人用准你啊？那安尼啊？你规个人要出去啊咧？迄土泥靠土。咱先做安尼，咱卖做这种好
是来来，来退价啦，卖好退啦。来，伊安尼做无头路啦。你看，这我没有。来，白色，你讲这胖的带去啊，人硬带伊啊。但是讲真，这胖了你哦，还是要咱流水，你讲要喊。叫有开关甲放水果边。我即摆安尼讲袂使嘛，袂，像青啊。伊爱超到有迄念性爱暗。羹汤对无？你对我讲黄色的。人咧讲炖倒西来手，行啊是都爱老西出事。哎呦！我要放土哥啊！哦。会当吐落啊？会当吐落哦，吐咧中吗？嘿，吐落水内底。吐落水内底。你即摆是讲落去搬遐？嘿。你讲即马安尼吗？这我很加吗？加吗？哎呦喂！炖啊，这黏啊！啊，遐会使安尼吐哩？不要卖。遐水走出去，遐水走出去。啊！抢救雷恩大兵！快提！咱就是把这恢复含这这个要土哥甲这换做伙。对，报嘞。小弟，我讲好，伊这比例是安怎赚哈？靠感觉呢。对啊，这种我知影啦，我来，这不是到我内面啦。对啊，交水年共款。我是土人间的囡仔，我自细汉我就等伫草坑间内底咧吞。我嘛唔知影讲咱这行路，原来就是爱用这草坑、这下夫落去夹、落去搅，这是工艺呢。啊，是要偌济啊？啊你搬甲无水，这遮尔侪恢复着，这是要安怎烧啊？这叫人车来。对哦。迄人的米厂。来，一排我来。好。带你去体验者。好。啊，无够咧哦。啊，搁无够。伊对遐咧好啥哈？伊对遐迄个好啥？我知。大性命啦。大性命啦。大性命。无啦，啊出来爱有声嘛。大性命。好。对，是。好。伊有做事啦。讲一个甲迄种诶，即摆住咧城诶囡仔都唔知影这是在做啥。你应该要互因来体验一下。就当个你自囡仔时就开始咧做遐，看人咧做，是倒做。自囡仔时阵就看。是爱倒做，自几岁就开始倒做。国校的时阵。国校哦。朋友啊。哦，国校，你看，你看伊迄边大家咧抢镜头啦，啊，咱等下咧开讲伊咧，你看，哦，这最出的呐，你是搬倒去出啦。真的啦，啊，你哪讲你的手爱用啦？哎呦，老师啊，你袂使咧。老师，你看阮这条刷尾，我冇空去啊，你看。好啦。老大我安尼干袂？安尼搬到袂上8点钟。你吐开顶管，围去顶管。什么要吐在顶管？把这吐来边啊。为什么要安尼吐来边啊？爱敲啦。哦，爱嚼，爱互伊嚼对无？啊，等下较大伊就甲伊搬哦。即摆有够？无够。啊，这是养颜无够，这个做侪水啊。这个做水的好。安尼我知啦。我知啊。因为咱无经验嘛，即摆较知影啦。吐较顶管口吐。啊！伊吐较顶管口吐。太小。啊！是不是？哇！这无简单嘞。讲好就开始倒做是吧？小学的时候。小学哦。都讲好啊，对啊。都倒做。你看，你人。我下就咧做啊。伊这安尼有影正经就是。这我腰袂使呢。嘿，这我腰去闪掉啊。等下，我一个代志想要来问你。这敢无法度用机器做啊？系啊。机器歹敲啊。歹做。嘿，歹。那有可能。我即马就歹敲的咧。因为我用知影讲是安怎，大家拢不爱做。我用卡丁。会忝的哦。就是。要吐。食啦啦。硬到啦，硬到啦。这硬到啊，算硬到啦。这硬到啦。迄有黏性，迄拌拌的，你若是骹手无够猛的时阵，伊就会黏着。
我看迄阿峰师打甲足顺的，啊，结果我去打，我遐讲规条着，都爬袂起来啊。因为火虎本来是松的，啊，这土锅伊是水，啊，想袂到因两个结做伙的时阵，其实足黏的，无好搬的，我真正要投降啊！啊，即摆来做行路，啊，就是搅遐个土，啊，就车过来这边。这边这，上山嘞，的。但这个看较大呢。啊，就是水较少啊，啊，会较大一点啊。我能甲你请教无嘿？拄则南迄歌恢复恢复的意思对是什么意思哈？我较黏嘛是。互伊会当土行路会当保温啊。保温保温是因为这火虎哦。因为我是学机械，这袂算用计时啊咧做无啊。你若是要做迄种的梯啊有无？要灌梯啊，拢得爱做一个土模嘛。啊，即摆就是在即块土。啊，即摆是名第一步就是加这土不落内哦，底。直接放入去。用手哦。用手嚟噻。嘿，用手就好。哦，用手放入内看我脚哟。应该爱扎吧？没看我脚。用我，刚刚起。爱用这，爱起要扎无？用这钢骨。啊，不用这啊，加起了，安尼。卡打你这两支。卡打你这两支。哦，卡打你。较袂好伊。刚才开车。安尼。哎呦。爱两卡做咩？还马冰咯。哦，安尼爱放好满，无你已经走去。扎是安尼。啊，再用。好。安尼够有够？嘿，啊用这。哎，小蛋爱起起来，无内底空心的你拢。对啊。没用这。用这安尼。爱对落呀，是爱蒸落去还是爱蒸落去？哦，安尼啦。那头变少啊。扎就变扎咯嘛。安尼啦。啊，过来搁补一解土。啊，搁补对无？奇怪，伊那变较黏啊。啊，着搁加补对无？嘿。哦，一直安尼差不多爱几解？两解就好。两解就好。两解敢有够？细机两解，啊大机三解。三解好。即摆的意思是要印模啊的意思是吧？我在想说的。你有发现无？啊这，哎，老师，我今摆已经出水了呢，我已经出水了，要安怎？啊这安那安尼。这安尼围边啊，对。哦，有看到啊。哦，出水。啊，把这背掉。哦。啊，出水安尼是要安怎？迄伤淡啊。伤淡要安怎？伤淡啊用。啊个。这都袂得啊，这顶着。这就爱在顶着。啊顶着。啊，都要顶敲的对啦。这提袂开。哦，提袂起啊，顶着。啊！我就无相信提袂起来。伊的意思是讲这。我要你拄只迄支。来。鸡丝。小等下，这唔是你所想的，这唔是你所想的，这么好势做，伊这就是行啊会失败的。我好啊。永远就是爱扎对不？我感觉你迄出水爱扎啦。真好扎较袂。罗大哥，我做了好无？你看。你的伤淡但提袂开。我这嘛伤淡嘛。伊这上重要就是伊着爱把这个土、甲水、甲这个皮肤的这黏性爱了拄啊好势。无伤。这嘛伤淡。嘿。罗大哥，我好啊。你要安怎起提起来提袂起来？我即摆安尼夹这个模啊，安尼提。啊，旋转。旋转，蹬，啊个蹬起，蹬起。我知啊，安尼啦，安尼。一边转，一边蹬，一边起开。一边蹬一边起开。哎，有啊，你看。哎呦！可能伤淡。有可能。嘿，因为你啊下过伊这就是伤淡，但用落伊会变较硬。哦。哎那这伤淡要安怎改进？顶着。啊顶着。要做迄个模的时阵，我是感觉，因为是咱唔知影伊的卡在倒位，因为伊用迄个器具吼，落去做，落去斗的时阵吼，你伤大力出水，提袂起来，你无够力，伊无法度沉迄个体，所以伊迄个困难的所在就是迄个卡，就是你爱出偌济力，啊水爱偌济，你目睭看伤水你提袂起来，啊伤过打一闭去，所以主要就是你爱做久，你熟你才有法度甲。规个好诶做出来。罗大哥，我
就问者，因为你帮我用这搭嘛，所以我咧背，安尼就会使对吧？对。安尼我有了解啊。安尼我了解。即摆我讲，我即摆做事100分的错。我嘛是。比赛无？比赛。比赛来比。罗大哥，你帮我看一下，我这是要安怎改？啊，摕开顶做啊。拄仔就讲爱摕起来，就袂使改，我就改，你就一直要问。你若是要改，你就要去找仙姑改。我即摆知影要安吐啊，袂使上大力，两脚一起，袂使上大力嘛，袂使上细力。这边要用手背掉。哦，背掉。哦，先小等下才落。即摆我就水伤济，你搁甲我落雨。拜托，你小等呢，我都已经。乌云姐姐，请你借过好不好？哎，你有看到我们在拍节目吗？我拄仔已经水伤济啊！你看，等一下，我这样怎么保护他？等一下。不是我来讲，这有影正经，这唔是一般戆人咧做的代志，这就爱正经大师，无偏袒人。你看，即摆都出水了，这样呢一直出水是要安怎？你讲出，嘛是都在定敲对吧？对啊，你这特别开。对啦，这样呢就是。哦，各位朋友，放起来。啊！安那？无起来，伤蛋啊！哦，莫搁落雨啊！我分道做第2遍。来，今摆罗大哥要走啊！伊正经要顶功夫，互恁看啦。罗大哥，我就问一下，做这是不是袂当落雨的时阵做？系啊。即摆先看罗大哥咧做，有参与咧做状元哥无啦？有啊，系状元哥。都袂算啊，人咧夜市啊咧做状元哥共款嘛，这就要靠经验啦。这一般正经无法度，这拢无法度抓一个黄金比例吗？譬如讲1:4，水。哦，靠经验呢。老师，我这样呢会使无？换你啦，来这摆看档的啦。给。要做大水又较紧的啦。啊好啦，安尼就好，拄好就好，好啦，拄好就好啦。哦，袂用诶。哎呦，就歹。伊迄拄则是安怎呐？袂前卖就放弃，迄是伊就是精无杂，伊就是精无杂啦，你就是无出力啦，无食饭啦，爱食五谷啦。我马上。哎，我保好啊，正经诶。都来换你。哇，老师啊！老师，你这边有把握无？有啊。这卖饼可以。卖饼，一个卖饼。我保好啊，我保好啊。真正，你看，无笔。系啊，无笔。你看，无笔啊。安尼阿鹏已经出师哦啦。这水掉。安尼我来脱模，这里顶管。气的。拿起来。用黑。起来哦。拿起来。就是讲，迄个土已经冲好啊嘛，这个土就放在迄个模仔内底，安尼嘟嘟的，安尼摕起来就好啊。我想啊足简单，结果第3个步我嘛失败，因为一摕起来就捏底啊。这甲做迄种，咱讲生铁啊，迄共款，迄就是爱灌模。啊，你若是迄力则无好势，迄根本就做袂起啊。这完完全全拢是在靠经验，对这职人的这精神来讲。无这样简单。咱即摆来看，这就是头我做好的。啊，这都我做的迄卡。哇！哎，这个还袂搭嘛？对。这有淡淡吗？嘿，这敢芳2-3工尔。啊，遐诶。啊，迄差不多4工。3-4工。哦。这是一定爱拍。对，拍我大。拍偌久？几工？差不多4-5工。啊，但是有淡薄起胶，你看遐。袂要紧，迄个阿毛头会当补。哦，外口都。头咧外口哟。对，啊头啊，咱外口搁爱用一张铁片甲保护。就是加强的意思嘛。对。啊，我即摆要来咧请教，这拄则咧讲用即寡土甲即个维护，这是搭。伊这功能是毋是袂像咱研究时啊，迄空气罐共款，伊是会当保温的是无？嘿。啊，这会当倒落去。会当倒落去啦。这是拍单，毋过足轻的呢。足轻的。系啊。伊若是卡的就会。嘿，慢慢是破去。所以爱用暗头，还佫用这个。暗头就爱都糊落去。糊落去。糊里顶管。黏落。糊里顶管，安尼。所以甲那个黏落嘿。啊，保护。啊，顶管佫甲一沿放卡落。对。哦。我听你可是老师呢。有晒卡。系啊。看知影，我本来只做客囝啊。对，大部分是安尼啦。哎，对。对，啊，即马了。
这个铁饼是恁拢安怎做的啊？铁片带的龟饼做你看。这手工做的哦。对。这手工做的，阮听起来才搞工，阮一条龙安尼做啊安尼，这一个6寸的要卖偌济？差不多100几块。哈？小蛋是挂价哦，小蛋，你这是卖互有中盘商无，还是直接是卖互人你客？今仔直接讲你要用，你今仔要讲直播要卖偌济啦？对啊，系啦，即摆直播卖偌济啦。那是安尼，你要嘿啊？差不多150啊。太俗，我这辛苦的，我只浇水浇我迄个。是一啦。伊咧讲做无工钱啦。你卖伤贵嘛，无人要买啦，所以我因为迄细粒的拢是风俗咧用的，拢用一届就单掉迄种的，就是人拢爱用新的来做啊。啊，因为有进口的部分，所以进口的拢卖比阮搁较俗。我若搁卖伤贵，就是无法度卖出去安尼，所以我嘛唔敢卖偌悬的价钱安尼。好，咱即摆来做迄铁片。好，你好，这是阮爸爸跟妈妈。哦，你好，大家好。来注意哦，做阵哦。若听到落声，阮的心情就开好。小蛋诶，这个确实是第2代罗档的啦。罗档的罗档，你安尼足久拢无来哦啦。喂，请问一下是安怎卖遮俗啊？这太俗啊！150。无啦，罗档，你已经做偌久啊啦？对啦自几岁开始啦？一步一步来。 30岁、 16岁啦。 16岁，国中就开始做。跟我同款幼起的啦。系啦。做到正嘛是有法度做嘛，搁咧做。啊，我即马都退休哦，即摆都有人接无啊？使啦。你感觉做这道吼，这真硬道啊？你家己的想法是啥货啊？迄是工会拢是做惯势啦，但是毋捌做，看到讲硬道其实你若做惯势就袂啦。对，我想要问是啥物人会甲你买？大部分会买这。娶嫁。嫁娶吼，风俗的迄。嫁娶的。风俗的。啊，去互人拐出来。有嘛，这袂使对嘛吼？油马路遐，油马路会使无？有啊，因为我有较大粒的。阮的批行路批来入了这个对，爱个四啊个，爱四啊个啦，爱四啊个哦，好势，这个连这3粒角。这2粒啊，这样呢？哦，你学安就是得固定就对啦。这一个固定。先原的是炖面。我讲完全啦吼。咱那鼎的。啊，你问阮囝是较简单，咱来讲者。好，是安怎？迄个铁片顶头拢是。阮较早食的物件的时阵，有一罐头的。恁食糜的时阵拢有捌看到。罐头印刷的，印料都有瑕疵，也是要换版。换版哦，你这就是资源的回收啦。我是资源回收的，我捡当这个要用。就卖太好人的忙嘛。啊，你无安尼是足好的啊，即摆就是爱环保，对对对，即摆就是咱就捡到当然，咱就大家做，咱就使够用。哦，就一个鱼罐头有无？变这。有嘛是足赞的啊！对啊，回收再利用啊。系啊。啊，即摆这就是上轻课的，啊，再做看卖，用加多加。用加多加。这不是，这是。这要安怎摕？这安尼嘛用？这嘛爱责咱呢。我这加多就懂，这是加威吧？这机的干嘛？这是什么加？安尼手要安怎摕？这应该好像是要去拍起啊店去注文吧？这有人你用这3支安尼。这拢对好啊吗？原本是为这个半加落，啊，但是这有的所在都爱是啊。安尼啊，我这收看卖。哦，你看有影厉害呐，有手尾力啦，这行啊就爱手尾力。你有法度坐目睭看遐，坐目睭看搁加安尼咧。啊，上无这无啦。不是啊，妈妈你哪会无爱挂手套啊？这个你的手叫我看者。你这是去加掉吼？加减吼，啊你会嗨吧？这个不利呢。啊，都迄个黏过摕来黏，配出来细细。古早人就是安尼吼，古早人拢是安尼，古早人就是安尼袂嗨啊。上细人啊，袂来因兜输。啊，妈妈，我这
无加袂起来，你帮我。我那搞你跟他拗了，你还搞不起来我。哪会加袂起来？这不是上辛苦的吗？这安尼什么意思？你还是要解释一下。讲我病，讲我讲我病。病。拄则罗妈妈无咧讲吼，也未过来进前，你知影因兜咧做这，你想法是啥货啊？我真无想要做这，是哦，我讲出来。我真无想咧。嘿，啊你我买是去人怪来的，唔是哇，你过来啦！等镜头一改面啦吼，你用手指摕起来怎样挂落去哦？你真你安尼吗？伊用这部，嘿，手指啊，摕起来，伊用这部，这也无熟悉，也无讲啊半句话，也无做什么，无讲半句话。我老婆较乖。你买啊知影我无啦？带我头一个入去房间啦。哎呦，入去房间，伊头一句话讲，我哪知嘛？我你讲啊？抽个要做冰三冬啦。哎，做冰沙当。啊，迄阵也无做伙，也无敢无情，也毋捌咧讲话。啊，做冰三冬就去做啊。啊，伊就是叫你来告诉我。你哪是才讲出来啦？我是要来做工我那是来做管理员的。管理员，是，大陆要做工过。安尼就是伊的顾家我嘛。好了。咱即摆就来做上尾啊的步骤，迄部分。啊，这是阮姐姐，姐姐好，啊，这阮太太。太太你好。你好。啊，即摆因咧做迄三个角，嘿，啊，咱我即摆做这甲迄扔落，嘿，入落去内底。哦，恁是连铁片啦。对。啊，阮遮是咧做角三角。嘿，像伊安尼糊了，啊，也不对你不用太做大力会使搁直接做顶管袂黏掉吗？还是袂破去吗？水泥足紧就会打起啊。哦。妈，下骹做了马上就会使做顶管啦。不要紧，迄小块咧，迄当破。啊，破去！哎是150块你会使开啦。好，150块。还是你要摕过来遮，阮等下看卖有法度甲你试下叫。这敢袂当破？会啊，比我想的搁较脆弱呢。是哦。哇，你家地破咧。这个已经好了，这个。这啊，啊，我会使用看卖吗？啊，你讲大家都烧安尼我来试看卖做这。沙拉，嘿，小块炖好整。啊，不是啊，这边啊这个坑啊，对，这个坑。要用3个吧。红叶，你即摆是咧做红叶啊，是咧做花旗啊？我拄则看迄罗太太用足好用呢。哎，奇怪呢，无够。啊！沙发。两手放进去就好。伊这吼，我跟你讲，我买撩沙发。要快一点，要不然很快就干了。嘿啊，怎么办？啊，歹势，迄叽叫安尼。搁一盖。无够。哎，我了300块了。所以一定要用迄铁片啊，对啊，伊较会当嘿啊，无迄一体都破去啊。会呼气啊，安尼甲放落。真快呼气，爱扎力啦，无你就都放气啊。够歹趁的，迄利顺够薄的。那即摆来教你安那挖坑，好，用这个哦。长啊，这轻用轻安尼就好。哎，火有坑的好，有坑就好啊。刀子就是顺这。哦。就把它。哎，这我有兴趣啊。啊，我即摆全部都知影。啊，伊唔免插好，轻轻的挖一个坑就当用刀啊，甲。好。啊，罗大哥，我借问一下，因为吼今日你个全家伙啊，阮差不多拢熟悉啊，对无？熟悉透透啊。熟悉透透啊！啊，你无请人吗？有啦，有请人啦，啊，拢做一下仔啊。什么意思？绕跑啦，做半工，做半工啊。做半工，绕跑的讲去买便当都无回来啦啦。无绕跑，做半工。做半工，半天的。啊，请无工人了。嘿，啦，即摆较少人要做这啊。是热。伊即摆重点就是讲，伊即摆咧讲的是讲，这若是无规家口啊，大家分
工合作都无在调通做，这毋是逐口罩有像诶，阮就是查甫的做外卡，做较粗重嘿，啊查诶，某的做做时仔嘅。完成一个呢，厉害。 3，哇，这就困难了呢。烘炉是最传统的手工业，厝安尼做尔，啊，就是家己厝的人落去做尔，啊，厝就是太太啊，甲阮那姐姐啊，甲爸爸妈妈有当时会当来斗相共做较轻巧的所在，安尼尔。 各位辛苦了，辛苦，别啊别。你嘛是知影阮安怎做烘炉啊？知啊，就叫阮太就太辛苦诶。为着你辛苦，煮一个烘炉的鸡汤互你食，啊，这是用烘炉火落去煮的。啊，人过去咧讲新烘炉对、新地锅是什么意思？新的就是讲新的人生，就是你是烘炉，啊你我是地果，啊咱两个袂输干那小意爱。 上恁高啦，哦，安尼连做伙对啦。啦，哎呦，两做会，如胶似漆啦，哎呦，哎呦，互你拍鼓啊，互你掌声。就是你是烘炉，啊我是小等下哦，你是烘炉，这个。我感觉听起来小可无啥好听咧。你是烘炉，迄是用我啊，你是我烘炉，嘿，喂，啊你着爱烘炉甲地锅来斗。哦，才会水圆满。就像豆浆油条。嘿啦你别人讲，即马即个时阵，后摆这物件无传落去嘛是袂使。对，但有一点，我想讲，就是咱坐等食的时阵，其实吼，鸡汤咱直直咧啉，直直咧食。对。你有感觉即马披起来有味淡薄仔无共款，颠倒香。就香你诶。即马是腰过肌哦。唔是，因为有灰团的味有灰团的味，用烘有加一个灰团的味。就即马较紧。哇！足滚诶，足滚诶，哦，够香诶。咱这是用什么口味啊？用茶啊油，这是八宝的口音，这是北口的口音。有啦，有嘞有嘞，哦，就好啉诶。哦烧烧的烫烫，哦，够好啉的。南姜跟他姜姜加米酒，哎呀，是家兄，我想要甲你问哦嘿，从阮今仔咧做无？其实发现真正足辛苦。啊，你有时要搁传落去啊？你恁囝敢有是要接济啊？哦，可能阮即马生理嘛是安尼尔啦，嘛要传落吼，可能是吼囡仔要考好无？来你，可能囡仔可能爱转型，就是阮转型看用公关工厂去方面好。哦，这对哦。要转型对变观光工厂嘞。可能是用这个部分。这样咧有通。初步阮来咧整理环境啊。因为阮即摆嘛较无用干，阮咧做尔，较无。哎呀，拢你全家伙仔咧做。我来讲，刚才有这个店就是观光工厂哦。哦。哎，比如我妈，咱也唔免去深山哪来，唔免去露营，安尼就是咧露营的意思。囡仔嘛读美术系啊，看下互伊。应该读美术系。对啊，互伊会当来做这方面的。安尼你就爱读鼓励，爱读乌燕。哦，系啊。安尼会使。啊，想一个想看看。我看你就爱认一个客囝，这个互你认啦。伊带你到上医院，对，会当做初当的。但是我鼻较大呢，我年岁比较大呢。你年岁比较大？我年岁比较大。功夫先，功夫先学起来。但是你这什么意思？我看起真正比较老。无啦，对啊。无啦，没有冤家人者，没有为着这种代志，那冤家人者啦。我有一个委托啊，来一个任务，啊 ，boss 来啊，boss 来啊，boss，好你看者。boss，安尼袂从来接性质的。哦，这真正是性质。哇，讲啥？任务卡，这摆任务有2个，爱甲这个烘炉工厂规划计划一套这个观光的活动。第2，爱设计这体验，互人会使甲烘炉捧转去的记忆。哦，使当记忆。
哦，记住。要安怎互人会想要来啦？我来讲，舞一届 party， 就是大家三招，你兄我弟，俺就是安尼舞一遍，然后大家看。但是安尼一届尔呢？不要紧啊，一届就可以大家知影，食了有滋味啊，调嘞啊。迄谁来啊？最滚啊！那是啥？那是啥？无咧，迄谁来都是 boss 啦。boss 来这啦，阮 boss 啦。boss 哦，我了解讲，我讲我你摆 boss， 你摆 pose 加 boss。哎，boss 真正常常拢不爱放过阮的哦。大家辛苦咯，相信恁已经了解用手工做烘炉的问题伫倒位。想要延续这个产业，就要靠恁咯，加油哦！下一站，我已经有帮恁安排会当甲烘炉做结合的在地产物，相信恁也一定会得到袂少的灵感。请恁赶紧去布袋港找里长，伊会甲恁斗指点。boss 是甲阮讲爱去布袋去找想法啦。boss 就是爱阮去找灵感，就是出头了啦。嘿啦，爱去找想法。好啦，想法啦，想法，今仔日慢慢来想，什么先享受啦。嘿啦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哎呦，阮艺术爱看班嘛。嘿。对不？代志爱认真做嘛，啊，日子嘛爱过啊。哎，无错。好啦，来干杯啦！干杯！来啦，干杯啦！今仔日大家辛苦啊！笑的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辛苦！干杯！敢若新嘞，新嘞！我无遐近看过蚵仔白呢。这应该是蚵仔白啦。这足近的呢，哇！哇！哎，我今仔轻松啊，你边仔就好啊。我即马是讲要来看卖啊。嘿啦，啉杯啦，啉杯啦。来啦，看这啦。哇，蚵仔白。哇，李长！哎！你来看别来这，你学，那会才好笑着。给卖三斤吼，这阮干爹啦。但是爷呢？但是安哥，你看起来比较少年。歹势，大家阮这是较外海边，较外边嘿，较人工。啊，即摆的船啊，甲英吉时啊，迄种时阵咱无共款。系啊，咱这属于游艇。是佚佗用的，佚佗用的。啊，咱今日来到这个布袋上重要，伊是这个饲蚵仔。对，阮这是蚵仔的产地啦。咱即马紧就船，来我带你看人安怎咧挽蚵仔、收蚵仔。你安怎去？好，安尼起来。阮家拢有公主病呢。哪里？病尔啦，公主病。哇！哇，有够凉诶！哇，这袂歹哦，这刷袂歹呢，袂歹，够凉。好。我哪会感觉？无才能看这么漂亮。系啊。哦。那愈来愈高啦。无啥钓咧。无啥钓诶。朋友啊。啊。朋友啊。啊，这好看啦，愈来愈大咧，啊，你伫吗？朋友啊。住吗？要不要进来？要不要进来？啊？要不要进来？这敢是好呢？咱是来比一下啊！是好呢，咱是来比一下，咱无啥钓啊。伤大啦！哎，无可能呢，无可能有这款代志。落大雨呢！哎，有一好无两好。你想讲迄是海水哦？无呢，这雨水呢？对等下你是咧斗四姑莲啊？有一好无两好，你也斗会出来？啊，无，迄有一好无两好诶。这上好，好咧家这无出大日。哦，我四皮嫩肉，不要人讲。我白皮肉咪啊，害我安尼，我安尼足欢喜的。好咧家这今仔日淡薄仔风啊，淡薄仔雨。但是哦，嘿，你看卖啊，你即摆发型，大家看卖啊。我你讲。阿红哥，你领导。袂要紧，
吹大风嘞！你开，你看这安尼，肥鹅啊，你肥两个拍到变鹅仔干啦。头毛过咯，拢唔免洗大，无见的啦，你看做起来，什么啊？是伪装拢无啊！即摆这就是鹅仔变啊。我千想万想，无想到讲今仔日，本来是安尼好好，哪会来后用多一阵雨，啊，即摆今麦佫起风，又到安尼，我很董仔咁样吐。啊，冲的伫倒啦，冲的啊！阿舅，唔是安尼叫啦，哦，阿舅，对我叫。来你叫，枪的啦，来啊啦，来啊！枪的啊，一只。你就是枪的，枪的啊！你是你后壁是咧买？我咧买用工课，哦，收鹅啊。啊，鹅啊，唔是有足济方法去饲这鹅啊？这是啥物方法？布袋东石这边的铺边啊。哦，铺边啊，就安尼铺伫咧海就是用竹子和迄竹啊和保丽龙来融合起来。诶，等你有啥物要注意要甲我讲哦？爱斟酌啦，是危险嘛，袂危险啦，有查某囡仔啦。你唔着小顾一下。我那不知不觉十指紧扣边哦。对啊，那这样。哎，有查某囡仔你唔着小。无啊！你要先走。然后。做讲诶。哎，这真正敢若迄落咧。南风啦，无得人花呢，无得人。真正南风，南风太好。哎，我会使跳舞，安尼会使，安尼会使。好。哦，做讲诶，苦嘞啦，苦嘞啦。哎，真的。红哥，头壳嫩嫩嘞。红哥你，我觉得你。会使打吗？嘿，尽量卖打。尽量卖打，啊，要打倒位？这茶有进水是咪嫩嫩？系啊。唱歌请问一下吼，遐中间会使徛，中间。中会使。安尼我去中。你去花咧？我去花咧，啊恁无去。你去花咧？你去花咧？我去。遐妈着去花莲啦。哎，哦，你去花莲。董仔，你较细哩。好，安尼啊无我自家。我先摕一罐起来。喂，足重的呢，伊拍。哦，哇！哎，手唔通去挂着真来，哎，真来。你看真来哦。安尼伊拍你聊好，伊就重的。好。哎，你先挂。好。安尼，稍等下哦。安尼。你爱悠好出去。好，悠出去。可以。哇！哇！好厉害哦！小等，安尼，唔通叫我挂着，唔通叫我挂着。这真重，小等。你爱来，我甲你用一个。你伫铺，你爱用出去，你伫户外卡是要做啦？我无会。我的卡是鹅啊呢。我只个来看你的卡，无我对。你伫户外卡是要是你？我无会啊。哎呦，真济哦！哇塞！够济呢！我看你，我就讲诶。哎，枪啊！你即摆先，甲咱小解说一下，因为咱唔知影，即摆这拄甲好起来，这已经是饲偌久咯。对啊。这已经是一冬蛙咯。哇，一冬蛙。嘿，恁有要食青鹅啊无？有，我要食。报一个。咱遮上重要是毋是水质较有法度通饲这种遮尔品质遮尔好的这鹅啊？系啊，因为阮遮较无工业区的污染，就是无污染啊。哦，安尼剥开啊？嘿，哇！大米啦！哇，袂歹呢。安怎？安怎？你是起蛋还是起棒啊？很鲜，很鲜。哦，足新鲜。无迄个臭味。你选一个较大粒的互我食。诶，大粒无效，爱加大粒无效。青凹。青凹，像这种。看青凹。哦，中猫入去的啦。嘿，青凹伊这肉较大块。哦，毋是看外壳的都对啊。嘿，看外壳是有的足大的，毋过伊内底肉足细。哦，爱青凹的安尼就对。诶，安尼后盖去菜市场去买就知啊。就知啊。你在后壁迄个花莲的，你当作是阿美族啊？你在当作是阿米斯啊？唔免啦，唔免甲我管啦，大家知影我有滴的就会使啊啦。这做大米的，我来讲下。哦，安娜，规个海味啊！哎，咱
咱家即摆是变成啥？咱家变成卡布里啊，日本料理啊。即摆敢来到迄个店的就爱安尼啦，拢是现老啊，食现老啊上青啦。对。青蚵仔食到尾啊，都是甜甜的收尾，哇，够好食就好食的。今年哎呀，你看已经消散落吧，我紧的啦。咱问一个，互阮这个等的食者，阮等的。我是惊我食小等会有营养出来无？袂，你放心，因为伊嘛传咧等要吃。它肚子好大哦。原来就是要挑那一个。哦。挑那一个。哦，来来。哎，我感觉对这迄阿派有影就厉害，这推动伊也 Q 会发嘞，我拢 Q 袂发嘞。我和平豆出新的呀。底下安尼吗？底下安尼食吗？对，底下安尼食。哇！我爷爷都有渔船啊。我小时候伫咧渔村长大的呀。那，足新鲜的。哦。啊，足青。嘿，无怪味。无怪味。无怪味。嘛免加迄个柠檬啊。嘿，对。有的是有味。加柠檬有味，爱加柠檬。加柠檬免。免加柠檬的。嘿，搁瓦萨米。系啊。这唔免啦，你若食现老我拢唔免。规个对海底游起来就爽，不过伊足重的，不过足有成就感的，因为迄游起来时阵，哇，迄个蚵仔有够济，大概看到蚵仔拢出现咧蚵仔煎啊，还是蚵仔汤内底，啊，若是迄个打头前的迄个蚵仔，我无想过讲蚵仔是安尼饲出来，足辛苦的。对无？嘿，安尼会使，我要挂咯。好来。哦！哇！游起来。会当吗？哇！推动啦，这18啊的啦。啊哥，一手甲游遮。好啦，嘿。然后人掀起来。安尼专业的，睇起来就专业的咧。啊，是安怎安尼？拉起啊！伤重啦。伤大了，啊，甲藏伫人啊内底。阿鹏你好阿妹，阿鹏。哦，来。哦，甲出力咧，这吼真正游的是爱较细腻的，无游无好，就安尼有，沉落水内底去啊。我讲安尼较。惊加拉去啦！哇，紧好起！哇，这厉害！哇，水哦！哦，水哦！哇！一排水！哇，足济咧！哇！你袂歹呢。好，我要挂摇。好，小等我扶好啊。这就是扶咧爬起来啦。好，游起来。人客啊！哎呦！破开声伫咧倒位啊！哎，安尼是毋是伤悬啦？伤悬啦！安尼是无像安尼话吼，做安像安尼是安尼话，好无？啊，这位是冲色啊，对，介绍一下。色啊，要安怎背？画要安怎画吗？哇，我甲恁教，你蚵青起起来。蚵青，这是叫啥？蚵青嘛。恁拣一粒蚵仔，拣一粒，大粒的哦。可能拣大粒，可能介意。应该是拣深蚵的吧？嘿，拣较深凹的。深凹就是这尻川安尼较大，啊有发现我讲话安尼较大声，有无？会对，你拄仔拢完全无讲话是安怎？因为语气加时间。哦，到路地就好啊。嘿，来头前看这边，看这边安尼，水饺有无？然后恁个细粒，然后胃个水有无？豆豆嵌落。哦。豆豆嵌落这样安尼。哎，敢有想把条咧，连条咧？我嘴无空诶。我嘛吹无空诶。我甲你讲，伊有一个喙，就甲粉叶仔共款。哦，有啊，有无？伊有一个喙，正手柄的下骹遮。对。无啊，我这。你爱喙遮位遮。诶？啊，是我看你的手指安尼，毋是手指，手指头啊，安尼甲扶咧。换咧，嘿，蚵青甲换咧。哦，换咧。然后你吹个喙。哎，喙你伫倒位啊？我吹无吹呢，我来吹。哎，刚好一点怪讲出来就无价值咯啦。安尼哦。一个细啦。对，哎，吹。然后伊都有一个啥物，来咬开豆豆啊，豆豆咬开安尼。咬开。
我嘛还未成功呢。哎，你看安尼啦，对，哎呦，你看，哇！厉害啦！师傅就是师傅。来，我先干为敬哦。哦，哎，拍几啊？拍几啊？哎，上重要是迄，哎，啊，拍几了后咧？你要甲伊的肉，伊的点有无？哦，嘿，甲用啊开，迄是干贝吧？干贝就是伊的点啊，贝子啊。迄叫做点嘿，了。阮叫做点。啊，点啊用啊开。嘿，爱甲用啊开，甲腰啊开，然后脚甲甲用起来。我拄着我人生的课题啊我！嘛是，我哪会用安尼？安尼嘛是会使啦，嘛是有人看安尼。安尼，啊，然后咧，然后你个位点遮，哦，位点了遮，甲围起来，安尼，嘿，位遮嘿，甲围起来。老师啊，我这嘛安尼哎，对，安尼。安尼就好啊。来，我甲你讲。哦，无啊，来，了解垂掉，看到无？嘿，然后左右架左右架平佫平安尼。其实迄喙无好吹，边仔迄阿嫂伊讲，有啊，才有一个喙，有一个孔，有一个喙。笑的根本看无，迄真正足歹吹，迄了解安尼死咧，迄真正无迄个伊讲的迄个喙，啊有迄个喙是足明显的，才看有。这位姐姐伊足劲的，有够拍手呢，迄是安怎？足流利啊，足流利啊！你在煮细汉个破蚵啊？几岁开始破蚵啊？6、7岁吧。哇7岁。我迄个时阵，搁咧妈妈要棒棒糖。哇，他7岁就讲破蚵啊！哇，这下专心要拄着手呢。系啊。对，你才专心。我好奇哦，啥话？你这1分钟会使破几个啊？用恁姐阿爸来讲，你讲1分钟吗1分钟。 1分钟10米。 1分钟会使破10个哦，哇！我即马已经愈来愈上手啊。我这足大粒的呢。这8分，我你8分哦。这有调到皮啊7分。皮啊是啥物啊？皮啊就是像安尼，伊个是鹅皮啊，伊个是有一个点嘛。然后咱要食，咱要破清气嘛。啊无就是会有皮啊，有皮啊壳啊。迄挂着人的喙齿无好。对，我搁加垃圾啊有。垃圾。出一摆。即摆开始。啊我咧。你啊，嘛袂歹。过关啊，过关。过关啊，无分数呢。分数呢？你无分数？哎，我哪会无分数？破较侪面啊。你过关，但是你无分数。你过关，啊你无分数。你看你这无好，但是有7分啦。啊你过关，但无分数。我都袂晓破啊。你看人个破一面啊。啊，我跟你讲。因为卡生咬起来。你是毋捌听过人讲点食三碗公过？对啊。这我感觉这有影爱有天分啦。对啊，爱食一蚵仔，实在是真辛苦。安尼真正爱比赛啊，粒粒皆辛苦。你看咧，你即马开始顺啊，你就要比赛。我无想要比赛。我想要比赛。啊，若是要比赛，我敢要红哥。要分组还是个人的？个人的。没啦，我真正无分数的。1分钟12粒标准。1分钟12粒标准。安尼咱比啊几分钟？1分钟啦，我安尼无。1分钟。咱1分钟哦，输的2个，啊行哦赢2个人食。好，老师，你会当帮我先顶较好破的吼。好，我帮你处理。你帮我，因为我无分数。我先讲的，我拄则无分数呢。等下，你总是我嘛要来。无，我先准备5粒的一个。伊拢是看嘴有开的，通常拢看嘴有开的啦。喙有开的就翘起哦啦，是毋是喙有开的就是翘起哦，歹去的臭去的。喙有开的基本上伊活的时阵是喙是合的，这是正确的。啊，有当时阮若采收起来咧洗的时阵啊，有当时是喙会开，迄毋是，迄嘛是会使破。啊，毋过因安尼算拣着哩较巧，因拣着头前喙开的话较好破，对，因免伫遐揣喙。袂当揣喙开的啦，无啦，啊，迄开的我是，迄是伊是无物件啦。趁的，你这是安怎啦？你这只想啊，你家己蹲回咧，伊搁家己蹲回啦。就7粒，我就1分钟看有法度7粒，我互我家己的挑伊讲1分钟7粒了。无，伊讲12粒的。1分钟12粒。开始要比赛啊！好，开始。是开始袂？开始啊！啊，袂晓画。以后有画。等下，甲我金仔卡个啦！
你讲你这哦，新机组诶，唔是迄，无咧，啊，我即个嘛无好用卫诶。生啊，牵拖后厝边安尼唔能咧创。当下拄啊迄伤害嘛啦。哎，奇怪啊，质量哎，当下你拄安尼，会一人画，一人一粒。哎呦喂啊！等下啦，较慢的大家。一粒。我敢有可能一个拢无啊？我嘿啊，我嘛是呢，啊，我拄则经好的，咱拢拍袂开啊。哇，这就完整诶，哎，这足大粒。啊！两粒。啊，倒啊，我这啊，等下你甲我金这我。三粒。哇，哎，我这有够厉害。来到四粒。三。好来。哇，我一个拢无咧。来，老师检查，画出来。水可以。几粒？4粒。好来4粒。我会。哦，你3粒。3粒。你有3粒？嘿。他拄啊无分数的人有3粒。啊，你有分数几粒？无啊，你分数。啊，伊无半粒呢。啊，你2粒。你真正比赛形式。哎，来啊哦！哎呦！先科食到饱。够了，够有，来哦！哎，要烘迄蚵仔，阮是要把甲阮迄个烘炉甲炸起来。系啊，无，应该爱炸，应该爱炸。阮用阮家己的来烘啊。但是阿胖，你帮我开，我走入去。害羞，害羞，害羞，害羞。遮大哦！小心！哎呦！嗨！害羞呀呼！哦，来啊！头家。你好，来遮坐，来遮坐。嘿，你好。你占场哟。嘿，你好。哦，你好来。请问一下，阮敢会使看阮家己的？会使啊，来，我帮你用。好哦。哎，无人来这烘蚵仔家己炸炉啊。对啊，无紧，哇，拄好咧，拄好。拄好呢。小看者。安那啦？啊，计少年计运动。你食垃圾无？冇。垃圾。麻烦你较沉重的好不好？我是讲，因为想捌着啥了。几岁？哎，20。你怎么？都叫你啊？有对象无？在柜台。哦。已经有对象了。好，来你紧张。喂，你哪安尼啊？多谢。见，哎，来，甲阮介绍切片。安尼我来帮恁加伙。好。安尼小等恁两个就先负责食，啊，阮两个负责烘。嘿，啊，不过我遮提醒一个，虽然食懵食，但是阮头壳爱洗一个。来，歹势说你哦，小红。来。哦，这是原主团呢。嘿，用阮这团烘对无？安尼较香。会使是甲阮家姐伊安怎是先？阮的蚵仔对无？咱的平面朝上，安尼烘。白位，啊，嘛会使用手直接啃。袂使，恁若袂晓的话无要紧。这敢会变啊？哎，这蚵仔拢拄啊足清气的看。阮的蚵仔拢是有用过爱洗过，所以阮的蚵仔会比较较清气。蚵仔洗过。嘿，会洗过。哇，有够清气的。哇，看起来真水，真水。还就高级的。系啊。顶真呐，做代志爱顶真呐。对，冇错。有开机就熟个吗？嘿，有开机，佮加烘一个。哦，伊即马你已经开起啊？你讲了解啊，安尼开起对无？起来边烘开就是。哇！搁烘一下哟。佮加烘一下，因为安尼，佮是伤过车。哇，有够水诶！哎，而且伊是甲买。哎，安尼是即马安尼是通食还是着爱搁顾一下？安尼佮加烘一下，因为安尼佮伤过青啊，佮水。这个会使啊吗？哎，这个你若是开开，咱就会使甲摕来边对无？好用。哎，因两个爱烘啊，因两个负责烘啊。哦，水啊！来，紧到烘。好来，哎，大家拢足水的，这中的是毋是要好啊？嘿，中这一定是 OK 啊，因为你若是佮伤过大的话，就是伤过伤过大，安尼就会使吃。来，上少年的心，来上少年的。罗来。哇，这几条每一条拢。哎，这每一条拢有够厉害。对啊。哎，这大家拢水干呢。对啊。这是跟他定做的。水干了，水干了。就甜的哦。这跟他定做的，大水拢。哎，这粒拿紧来。好，来我帮。唔免水哩，紧，家己较紧哩。多谢。啊，这会使，这个会使啊。较紧嘞，骹手爱较慢。
无啦，这还袂开啦，啊那好食。上重要是连目手都唔免目手，伊自然钓安尼安尼就摕起来就。哦，其实为只硬就会使。系啊，安那？啊，我在问吼，虽然是阮叔买项互恁食无唔对啦，啊是恁食几粒以后，啊阮两个就会当食。会当食，都会当食。对嘛，嘴来，烧啦，烧啦。哦哟。哇，老师，这你叫我传的物件，我帮你传好啊。哦，老师，你传这边。啊，恁豆豆相拥。哦，谢谢。没。感谢。这两个要斗阵无？好，无要紧，恁先食。来，咱即摆要来大家讲，过去咱拢食蚵仔青，就是用这个 wasabi 甲豆油安尼淋的。唔过我感觉无采咱的焖，因为咱这是有凉焖，啊，咱就是要食伊的原味。啊，咱今仔先教一种欧洲，就是意大利，咱捌食过西西里咖啡无？有啊，西西里咖啡。上重要爱什么？雷梦。这巧，这有影，这一看就知影，有伫外口。招总，佚佗过，约会，食下晡茶。咱食雷梦加这蒜蓉。哦，雷梦加蒜蓉，我头一遍啊咧。我嘛无食过雷梦加蒜蓉。来哦，啊，咱用这汤匙啊吼，也是用这个底安淡薄啊哦，啊来架挂伫这食，啊都有西西里风情呐。来，看起来嘛就水的呢。来，安尼就食起来，但咱这个家己布地就变成米其林安尼啦。安尼真正就无共啊咧。会加一项气氛就无共款啦吼。加味的啦，加味你就安尼直接蚵仔安尼就下，啊做阵落去食，安尼。啊，这两个拢会使啊。这阿妹，来我来帮你倒看。哦，这开啊，这开啊。这就是要互伊更加好食，袂使去抢着蚵仔味。对啊，直接为加伊变做去意大利。意大利呢？安尼歹势，安尼换我出国一个来这加一个无共款的味道，变做无共款的。拢会使啦，拢会使。出国安尼我食这个，你嘛要出国哦？出国。拄则因咧讲哦，去意大利吼，其实咱嘛会当得经一个食法。就是拄啊，和咱这个家己婚姻这代的这个蒜头金盏，上好是无必要就唔免用外国的，咱就用在地。这是蒜头酥，啊，这蒜头酥加挂落去，就变成避风塘的口味。香港避风塘蟹有无？避风塘蟹，哦，你老。哦，你真正第一代美食节目主持人。伊之前就是跟那傅培梅老师啊，你啊。系啊。你真正骨灰级的呢。毁灭级的。系啊。我阿都直咧，卖安尼。你安尼看起来吼，色香味型就全拢出来。足水的。啊，毋过讲实在话啦，拄啊我食迄个有加蒜头、甲柠檬迄个哦，迄食起来甲原味完全无同款。有搁较济层次，食起来迄蚵仔饼搁较甜。对哦，啊，但是我拄则是提醒大家讲爱想一个物件，就是讲咧，要安怎甲这个航路去甲伊的这个观光去发扬光大，甲推广出去，系甲推广出去，啊，互大家来耍的时阵，熟悉这，啊，搁会使耍，哪家？开家伙啊，搁会使有淡薄啊。敢若有淡薄意义啊呢？对哦，会当规家伙仔来佚佗，啊去航路遮观光。嘿，莫讲干那来遮干那食，我就食要倒。对不对？你敢若一条龙安尼？安尼我知影。安那？遮甲写吼，家己在航路来搁减100。安尼就袂歹哦。大家拢去买航路来遮食，要毋过这行了爱等伊离开，咱我就烧呢。炸航路来减100，安尼我会买。安尼我嘛。你会买哦？系啊，好。因为这会使重复使用嘛。系啊。古早人咧抓药啊，有无？有。是安怎一定就爱有这个航路？哦，对，是安怎古早的抓药爱因为伊这是一个秘诀，用炭来煮食，啊来互物件熄开，啊因为伊安尼会当把气味变成更加好味。哦。啊，嘛是一种健康，就是活性炭。对，啊，搁一点就是，较早咧厨房嘛，啊，人讲爱
烟火味，第一点就是较早时大人讲，迄个咱灶骹就是柴裤，柴裤爱有火才会旺。哦，对。所以爱有烟火味，所以表示讲厝内底愈来愈旺。以前的时阵围炉，人讲咧过年围炉是拢围这种有这烟火味啊。是不是都这款那是用这吼来做火锅，系啊，更较赞。我感觉主题就是古早味。古早味。因为这用安尼的做法就是古早味啊。啊，若手工的话，要安怎甲这结合起来？真简单啊，就即马一般的鼎，也是平底锅来用，最好使用的啊。我你是讲一般的鼎放在这嘛是会使啊。也是咱有法度把这个烘炉改变伊的外形啊，爱外口遐。拄则有讲到复古嘛，就是较古早时，啊，搁讲到这个爱 DIY。啊，伊若是规个这个烘炉买回去的话，伫咧买回去进前，家己先搭物件，无着画物件。系啊。啊，着家己的一口罩的这个回忆。啊，这个嘛会当体验过，小朋友会当体验过安怎做这个烘炉出来。对，因为因遐无共款大细嘛，所以你会使针对你厝内底人数，你会使买较细。这有大嘛有细啊。画一个皮卡丘的嘛吼，囡仔嘛爱嘛。来，啊，恁食耳孔拍开，听我讲。好来。因为红哥较后想这料理的部分，安尼你来，要请你来帮阮做这个料理的顾问啦。你刚才你唔是要叫我做西公湾，你唔使。啊，我做左手，左手。好，你做左手。唔是我买样猪夹。叫这水卡。对，啊对，水卡。水卡。啊，阮两个呢会使甲这个阮美术人员讨论一个有啥物计划，吼。啊，然后阮才去这工厂甲伊报告安尼。真好。对，因为我家己就爱手做的物件，DIY 的物件。Oh my love， 哎，三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师傅咧敲鸡丝，足认真的。因为吼，阮摕这烘炉来，但是吼，阮想讲这外表安尼，敢若会使互伊有一寡变化。对。嘿，啊，阮就有查到，恁兜遮会使做这泰乳对无？会使甲黏。无共色的。啊，所以哦，今日要来甲你请教要安怎用。对。那黏起哩，是不是物件嘛拢袂歹去？就是啊，遇到高温的。对。高温，你看咱这烘炉烧可能差不多100分度，还 OK。你若温度较悬，可能较无法度。太有法度就对。好，安尼我感觉会使，阮想的这会使。安尼我做泰乳，啊，小等你用画，啊，画了后，阮摕转去甲因讨论讲，以后若员工的这个活动要安尼做就会使。对 DIY。会使。吼，安尼咱先看卖迄边啦。咱先较重点吼。咱先交一家米，同一家米。我是感觉这烘炉若是会使对伊的这个本体去做 DIY 的话，上基本的就是伊的外形。所以我甲胖哥就想讲，为伊的外形去入手。用偌济交偌济吼。对。啊，这量这比例吼是来啊，恁拢会教吗？会啊，就这都无啥物足复杂的啦，无足困难，咱就偌济。看偌济，安尼甲搅哦，安尼过安尼，对。哦，算卖伤嫩啊，卖伤。阮这道来吼，全部的师傅拢讲啊，反正你就是搅咧，对。啊哥。我这个比例就是看感觉。看感觉。无，伊这就是讲伊已经搅好啊，咱直接甲搅落。哦，透水就对。咱若伤甜，咱搁透寡水。好有黏安尼吼。对。哦。
真诶，敢若阮打着迄绿膏啊糜有无？就是呢，嘿，啊伊啊安尼，对哦，安做紧哦，放在这顶管。哦。这一般咱专业的咧用涂拍，看起来有有看到做板模的哦，做剪梁。哦，你嘛做剪梁，我知影剪梁呢。寺庙咱庙馆顶，所以嘛是算有技术。剪梁的技术，看伊这手就知。对。哦，你看，这就是哇，这是上基本功，系基本功，基本功。无，塞咧爱线。冇咧电啊，冇咧电啊，好，你先教我教要安怎报告，教。哦。啊，咱就爱背，甲背。哦。背要去。哦。背要。伊算咱薄薄啊，无你即马等下伤高黏喙，伊的涂屎都会煮出来。哦，对，你较对，所以咱就是爱背好伊较平。啊，是毋是一区用，莫一下就家伊规练甲。惊打去。旁边毋知有啥物物件使互伊。对，我感觉用较悬的，大家嘛看较详细，是无？读较袂歹，跳。这技术的物件就爱来看哦，安尼。啊，那念应该就无技术啦吧？这是甲艺术感有关系吧？念就是会当，这爱看你的sense啊。当家己。看我平常时这鱼糕啊，啥物货我sense是 OK。有的人是红配青色有无？啊，狗臭皮迄种色有无？就较感觉较无水。啊，有的爱黑白，就爱看安怎。好，安尼我来念。啊，即马换你画图，看要安怎用。好。老师，我有问题。你细汉时敢有看过是大人伫咧用烘炉啊？这鼎真正会当放咧炒物件吗？我跟你讲吼，我之前有讲，这就是古早。嘿，这是古早法。哦，是安尼用的。因为因过时啊是炭球。嘿。啊，因过时啊，迄炭直接就放落去。嘿。啊，即摆是用这个火炭，啊慢慢啊落去烘。啊，用这安尼炒起来，我唔捌咧煮过。安尼炒起来特别香，特别有气味。好，来，咱先做这材料，先做准备。就是这卡拉斯米，因为你要爱请人客，咱一定得爱带上珍贵的物件。这上珍贵的。这就是要请人客用的啦。系啊，我先泡开。来。安尼，卡拉斯米来啊。叶吧。叶吧。啊，咱若是有米酒头啊，还是有高粱，你就先等咧遐先浸15分钟啊，互湿布者，啊，布互伊外口碰拍。哦，碰拍。有看到无？安尼有水无？就碰拍的。安尼就水哦啦。倒来。嘿。咱第二项就是咱这个该洗冰烤紫地瓜，番薯无啥味嘛。啊，这卡拉斯米啊，伊一个这咸的啊，这甜啊咧落去。安尼就出味咯。同时啊，来悄悄，啊，小人就是要来直接做甜点，头一出就要好先出来咯。哇，这卡拉斯米，哇！老师，啊，这猪肉叫什么名？煮下先煮，爱小看有一寡，互人想起来会笑脸的啦。好，用安尼落去炒。好炒无？啊，你即摆摕这种牛奶饼，啊，你即摆吼，就是搭抹。咱来当做是早起顿也好，啊中昼茶嘛好，啊做点心，啊这有卡拉斯米落去，咱就变高级咯。边啊小抹者。然后青椒都无够，你都摕去拍干。你感觉咧？我这卡拉斯米我变那种。唔是干那卡拉斯米呢，那卡拉斯米敢这？番薯嘛是有功能呢，这是咱家有较有，就是咱厝边斗的啊，这是这食，你着爱知影讲，咱就是外海，就是爱用咱在地物件。啊这唔通咧抹啦，我小咱都另外一出啦。啊你即摆就是抹这，你即摆负责抹这。啊上无爱做差不多做10个，吼啊边仔再做水，啊我另外再来传第2出。师傅歹势，我问一下。啊，搭这泰鲁有啥物爱注意，甲较细腻的所在无？还是我目前拢搭了袂歹？啊，芳啊留安尼咁拢会使。尽量咱芳互伊平均，哦，平均大。哦，了解，好。
来遮应该小朋友应该拢算甲足欢喜的吼。嘿对，伊可能心中嘛有家己的喜乐有无？卡通的啊，还是伊的爸爸有无？还是伊甲伊学校的老师，伊嘛会使用家己的方法去画，还是去打马赛克。嘿，这嘛是一个艺术的思想创作。好，来，老师甩来，再来 CEO 炒米粉。有蒜头啊无？若是有蒜头，咱就放蒜头；若是无嘛，不要紧。无咱就用这个油葱酥，咱嘛有准备油葱酥。我即摆就是先要来即款配料先炒好香哦。欠香料，有放油无？无啊。唔免啦，就咱这烟钱内底就专用油咯啊，再逼开吼，油葱酥落去，安尼就香哦。哇，够香嘞！一定是香的，这就是咱阿嬷留落来的智慧。再来胡椒，吼，这咱台湾人上爱食的这胡椒，用白的胡椒，莫用乌的，用乌的会压味，一寡味拢走甲无去，再来看下风头。我用猪吼较好饼，这安尼炒起来有影大白。一般是靠豆油，咱唔免靠豆油膏，咱就是南糖。咱南部人吼，离合就是爱食较甜，这就是糖色落去倒色。好。这蚵仔就爱这水爱先来洗好掉。你用你的手来好起来，直接来好落去，直接来放落去，好落去。这蚵仔真水啦！阮实在迄粉落甲足重的呢。请人去就是爱用好的啊。我即摆念目前安尼有水无？袂歹啊。袂歹吼。但是像这有个所在，这个敢若一地搁伤大，两地伤大，一地搁伤细地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咱有工具啊，这专门咧剪泰乳。这是剪？对。有剪泰乳诶，专门咧剪。剪是直接剪一半对，就是你剪的时阵，咱唔免规个拢落，咱就是差不多，一点啊。安尼咱咧出啊，较唔免较出啊。你看你要爱偌大地，比如讲你若细地，咱就加较少，大出来。伊就照咱要爱。安尼这地拄好好啊，我要剪。拄好呢，你莫遮够杂啦。老师，你莫伫遮，我呢压力足大。是吼。你去休困啦，我若有问题，我才甲你叫啦。惊人看啦，歹势啦。家己自由创作。你休困者，你休困者，无安尼，我真歹势。我是足有信心的哦。我嘛是足有信心的啦。但是吼，拄则这是老师帮我讲的，我家己压力。你就是做插啊，你就是做插啊，当的啊。哈。我看你当安尼头食步，你看你这胖啊，人啊遮大呢？你看这鼻拢忝的入去，你看。无啦，我这有圆的，有四角的，好无？我这是创作。你挑伫要安尼就对啊啦。对啦，你看我若去补迄上尾啊，迄收尾的时阵，唔才有水。是安尼啦，老师都安尼讲的嘛。部分啦。对啦，尊重人的创作啦。对不对？因为我安尼讲就是等下若是。你若做了无好，你就唔使安尼讲啦。你才有你的理由啦。这就是吼，互相大家一个退路啦，对啦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咯。来哦。放开咯，你来看，有无？有你看，有无？有皮着无？就是这种放开。伊都会出声。嘿。伊讲啥？叉。伊讲快来炒我，快来炒我。嘿，再来。豆油。豆油。豆油膏嘛好，了胡椒拢好落去。即摆要炒米粉，加较多袂要紧。胡椒。安尼。好。来。
风景头，安尼就好了。来米粉，米粉规个拢得蒸起来，爱来用蒸的哦。炒米粉真简单啦，炒米粉我不要炒米粉的。 唔是用油硬度炒，咱即马就爱用香菇水，用这香菇，这香菇的这汤吼，这就是上好的阿基诺摩多。我讲你嘛是答。我知，就是迄个层次啊，阿基诺摩多。阿基诺摩多。阿基诺摩多，味素。一般咱早期是用较贵的，就是用双良，啊，咱即马就是用牛仔菇，吼，咱用这牛仔菇盖好。 啊，咱就是用湿开安尼，啊，甲这米粉安尼敲好熟，用敲的，用拌的，啊，唔是硬度炒，无你到时米粉炒到规个烂身去，啊，规个我知，糊，安尼就无菜糊。对咯，啊，咱炒较大卡，炒较规鼎，啊，要食偌济，啊，准备偌济，即马咧互翕，啊，莫炒吼。用翕的哦。用翕的，啊，大家乖乖哦，吼。好，就蛋就对啊。 出头有够多哦，这只赞，这都是小好食，小好食，卖得笑了啦，用摇手好食啦，摇手好食，好啦，差不多了，来，摕迄种的盘来，盘。 大家好，客户啦，对，客户好。客户。即摆即个时阵吼上重要，因为呢，阮是受恁的委托，啊，要甲即个烘炉即个物件呢，去甲伊推广出去。对，无毋对。所以呢，阮其实有想到几个方法，啊，阮一个豆豆甲恁介绍。好，刷落来头一个。 就是看到，就是阮顶届去体验的迄个所在吼，对，烘炉制作的所在，对，去帮你设计一个文化园，烘炉文化园区，对，会使互民众若去，会使去体验无共款的物件，啊，互因感觉足好耍的了后，才会知影恁制作的辛苦。所以咧，分做安尼几个所在，亲像来阿鹏。哦，遮阮一日来的时阵，啊，就讲迄天看到的，但是遮设计一个。 换手的，哦，会使买物件，伊是安怎？因为入去看会到，出去嘛看会到，对不对？现在的人上爱买物件，细项物件纪念品啦，就是买欧米亚给最重要。啊，所来就是盐土的所在，啊，搁阮去体验迄水槽遐，啊，咯，咱去搅迄个土有无？啊，重要就是吼，这中遐吼有迄个长咧拍的做无做好的，啊嘛爱袂。 啊，袂是完全好诶，互伊看到，这是啥物物件？互大家看卖一下，当咧拍的迄个烘炉。对，啊，有重要就是阮暗时啊咧加，有无？咧加铁片遐，迄嘛会使互人体验者。过来就是哦，阮有做一个食，特别设计一个。这足重要。这就是会使看头前食的物件。这有够高这就是马赛克砖，吼，就是讲小朋友啊，还是爸爸妈妈，因若是规家伙仔来，因会使家己耍。
啊家己念就会使，本来是一个敢若看起来甲我足远的物件，但是因为我家己念嘛，我就会较介意这款文创的商品的物件。这就是咱古早泰鲁嘛。对啊。啊，我有想两个方法，伊会使用念的，但是你嘛会使家己画图。对，啊，像这画图是阿芳哥的想法，你会使讲一个你的想法。这是你的教育。对。我的想法真简单，因为每一个小朋友拢有心中的hero嘛，啊嘛有是你介意的人，也是恁内底饲的迄落小动物，啊，你若有介意，比如讲你若画安尼，你就想要甲早倒转去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讲有的人就是爱写字，你嘛会使甲字写起来，就是你家己特别，你就是纪念性。啊，在 DIY 的过程内底，你就会得到即个快乐，啊，佮敢会去处理心情的时阵。来，阮才有做好几个，会使先互你讲讲看看。因为厝嘛有囡仔。啊，像今仔日大儿子嘛有来，大汉的嘛有来嘛，会使看一个，弟弟会使看一个，会使讲啊看一个，看爸爸平常时辛苦做的物件，啊，即摆变安尼有较高水无？嘿，啊画嘛会使，吼，啊你若要搭马赛克砖嘛是会使，有通耍，啊搁有通食。来，啊风西哦风西，最重要的。咱即马咧讲哦，这煮食若是会当用即个烘炉安尼来煮，这1.25，若是敢若好食，啊嘛健康，啊最重要是咱爱变巧讲，咱这料理吼要安怎来做，互即马的少年家介意要食。啊，我毋捌讲我但即个米其林嘛，你嘛搬入来，全拢爱来安排来吹炒出来。阿洪西，你设计这道料理真正厉害，甲介绍。要安怎讲？要安怎？这叫做 CEO 米粉炒。CEO 米粉炒就足澎湃。因为咱即摆咧讲吼，大家拢是未来的即个管理者，若是会晓讲，但咱过去这有啥过年过节一定爱米粉炒。哦，啊是食卡嘛是会当食饱。啊，咱即摆就是要带一寡澎湃，一寡料理青草啦，就是拌青草，啊，都变一个卡。啊，互伊安变成袂像啊食西餐共款，安尼看起来摆起来嘛无共款。啊，即摆上新的就是这用烘炉咧烘这有无？水果，或者是迄落麻糍嘛会当用烘炉咧烘，迄日本足实行的啊。对，而且佫有一件代志，就是即摆少年人足介意去露营的。对。你若去露营，你这会使当做康拜。嘛会使甲茶放入去烧这个茶，对无？因为烧茶就较袂有网。嘿，即摆一个岛啊，嘛是阮阿洪西甲我两个人做伙传的，这就是小点心。哦，这小点心内底有用迄落地瓜、番薯、番薯啊，甲卡拉斯米安尼。结做伙。你看卖啊，咱一般。食看卖。一般咱咧食的焼き芋无共款哦。无共款。伊嘛是用咱在地的这个焼き芋，啊，即摆你看变成这样啊。袂输敢若进口的，啊，即摆相款。这是有烤过吗？无烘过，番薯甲乌鱼子两项尔。第一届看到人甲阮烘炉做家呢，是较特别的。嘿，而且阮有去问哦，就算讲你大家呢，嘛袂破坏掉烘炉本身的物件，嘿，啊，伊嘛袂去互烧歹去。我比较喜欢画图。哦，较介意画图的。哦。是安怎？因为你家己本身真爱画图嘛。我感觉会当画家己介意的物件，或者想念的东西可以画出来。伊就是有带纪念性。对，一个纪念性。对。现主席，你就是讲干那安尼吗？无。阮即马要追加物件，咱要来互你看卖，阮阁有设计另外一组足厉害的。好来，有请两位阿哥哥。请客。这吼，这毋是公嘛？这小解释一下，你来，这看起来敢公嘛？无啦，有个人无请神喎，请神。我伊生活真简单，就是公仔啊，咱一排啊，高雄区吼，阮才想讲，这是一个文化的迄个湾区，是有这个物件单丝吼。重点的就是这环境所在这个部分啦，因为这个是实质上会使帮助你的部分。对。所以阮就想看即济，结果咱想，啥物方法我拢想过。啊，一个同好就是啥物物件拢放一个盒仔。这样就是单路嘛。对。但是为啥物安尼设计咧？就是讲你若买倒去，你知影安怎处
处理，无就是安怎去烘物件。所以咧，阮有设计2款，啊，这只是一个举例啦吼。对，我若遮就教一个小卡片，我即摆若摕互你看，讲，罗大哥，中秋快乐！感觉安怎是不是足赞嘞？啊，这内底哦有乌鱼子啦，啊高粱酒啦，无哪会菜关的啦。你会使长期，你就会使过家年，你就会使烘啦。佮有一个上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这个烘炉因为有火嘛，啊送人的时阵就代表旺，收到这个烘炉，你就会代表你的家庭的旺，你的事业的旺。对。好，来，即摆上重要的时间来啊！这是阮同紧张的时阵。好，1、2、3，嘿。哎呦，好，这就是讲，阮甲你设计了吼，要帮阮拍分数，嘿，啊，这全部就是100分来。哇！投票，好，10分。哦，水，那是啥啊？20、30、40，好，40，新华。哇，罗大哥哇！咱60分啊，70分啊，70分啊！对头到尾安尼唱甲安尼。80分啊！哇！哇！是互你讲一个，是互你讲一个，对。满分呢？嘿啊，5分呢？自以前看爸爸因咧做红炉，拢毋捌唱，安尼甲发展，啊像，即阵你讲想甲较侪步数，步数，佮想者啊，要安怎甲恁的想法，甲阮发展出来。即马目前为止，我会使甲你问一下，因为即马分数算真悬嘛吼。倒一个部分你感觉是你就想要去落去做，你感觉是同时一个，是包装规个这个大礼包。是礼品呢？是礼品这部分，还是要食？还是要做这个设计这个工艺吼？还是要做点心类？还是？应该是礼品，啊甲 DIY。哦，礼品甲 DIY。啊，目前哦，啊，搁一个弟弟搁坐等兄啦，无咱请弟弟做伙来甲食。啊，我嘛有一个问题。你帮这个拍分数啊！我知影妈妈你这好啊。哦，对，这个有过，你就打落，啊，这个无过，你就莫打。睇看嘿，啊，互你，啊，这互你看者。嘿，你看上者哦。有过你的关，你就打落。嘿，啊，伊是2只狗，嘿，狗啊。嘿，我今日唔知是啥物件。嘿啊，伊是2只狗啊。说感觉哈。有分吗？5分吗？还好。还好，你搞会记。不，不太记。你是不得我记。莫甲中间啊。有咧。我一半啊。好啦，95分。会使啦，多谢。好，大家拢想讲已经到遮嘛，对不对？boss 有交代，搁一项。哦哈。嘿。连阮拢唔知。搁有5分嘛，对不对？小等咧。哦，遮济加死着。煮物件。哎，啊，灯会使先关起来，我要紧。嘿。来，有煮物件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向心力。祝董仔生日快乐，董仔生日快乐。这特别交代啦。哎呦。生日啦，我给 surprise 啦。好可爱哦。哎，唔只是董仔生日快乐。哎，生日快乐。阮阿红师嘛生日快乐的。对啊。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8月31号。这个月无？无啊。哦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大心啊！做会。够大心的。来。哎，即马是当要下弯吗？哎。哦，对，是下弯。啊，即马就是即体要互新查甫的人。无，还袂生，对，大家还袂调哈。安尼我先头一个。好来。头一个就是呢，所有的人拢爱身体健康。好感动哦。你9月几号？828，然后831。身体健康很重要，这样子工作才会更顺利。然后，好，谢谢。华丽，加码。来，阿红仔。爱人生圆满，啊，袂像咱今仔日就是来这个
航路的这个观光工厂，要来祝福罗先生，甲伊的全家爱圆满，大家互这个古早的智慧继续来传承落去。对，第二个就是咱公共 start 一定爱就多人看，然后会使翕第二季。这介重要，这介重要。来哦。来哦，3、2、1，哇！有交代时啊，都安尼去做无？这航路就是互你学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修道就是要互你吼健康快乐。顾者，伊讲这安尼就是一个适度啦，适度啊，这安尼一个适度，安尼有意思，啊，你嘛会使买啦。啊，这一看就知影是咱台湾的 style。对对对，不是鸡卵糕啦，对不对？这比鸡卵糕较有意思啊！哦，鸡卵糕都有莲花咧，要找这种七彩莲花。是啊，大家平安顺利。谢谢。报数我嘛祝恁生日快乐，应该有介意航路生日寿图吼，啊，这是我甲大财特别精心安排的呢。航路真正是好物件，过去的生活无论伫倒位拢看会到伊。虽然即阵有其他的取代，不过伫在地文化甲情感，透过大家创新的 DIY 体验，新包装、新用法，伊的温暖定着会延续落去。即摆大家表现共款水开，但是报数我从来就唔惊无客户啦。刷落去，请恁等待更加艰难的任务来挑战哦。